靈情詩語哥林多後書10章1至6節，爭戰的兵器。我保羅就是與你們見面的時候是謙卑的，不在你們那裏的時候向你們是勇敢的，如今親自藉着基督的溫柔和平勸你們。有人以為我是憑着血氣行事，我也以為必須用勇敢待這等人。求你們不要叫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有這樣的勇敢，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，卻不憑着血氣爭戰。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，將各樣的計謀、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。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，使他都順服基督。並且我已經預備好了，等你們十分順服的時候，要責罰那一切不順服的人。因為保羅喺信上嚴嚴嘅對哥林多教會嘅教導，引致嗰啲敵對保羅嘅人唔順服佢嘅權威，特別係嗰啲當受教會紀律嘅人。甚至有人認為佢係屬肉體嘅，因此佢喺呢度表白自己。1至2節，勇敢的因由。保羅回憶佢從前到哥林多教會嗰次，可能係第一次嚟建立教會嘅時候，保羅嘅態度係謙卑嘅。喺寫前書嘅時候，佢描述初次嚟到佢哋當中，又軟弱又懼怕，而且戰戰兢兢，及至後來，因為呢間教會出現好多問題，保羅寫咗好嚴厲嘅信，責備佢哋，要佢哋悔改。呢個係保羅嘅勇敢。因此，有啲人就話保羅係憑血氣行事，意思係保羅係非常肉體。保羅都好坦然咁講，佢當有咁樣嘅道德勇氣嚟對呢啲人，佢都期望當佢再嚟嘅時候，唔需要用咁樣嘅勇敢嚟對呢啲人，因為教會已經處理咗啦。3至6節，爭戰的能力。誠然，保羅話佢係喺血氣中行事，驟眼睇嚟好似憑肉體行事。保羅說明唔能夠單從外顯行為嚟判斷，佢其實係靠住神嘅能力去爭戰。工作只係外顯，但背後係爭戰，絕唔能夠靠肉體。神嘅能力能叫佢攻破堅固嘅營壘。呢個營壘係撒旦牢籠人嘅方法，叫人服喺佢嘅權下，以各樣嘅計謀同各樣嘅方法攔阻人去認識神。唯有神嘅能力先至能夠叫人釋放、順服基督。保羅已經準備好，隨時都會去到佢哋嗰度。仲有一個條件，凡事要等待，就係佢哋願意接受勸導，執行教會紀律，等保羅嚟嘅時候，懲罰嗰啲惡人。保羅要哥林多人知道，佢哋唔能夠憑佢嚴厲嘅書信，就話佢憑血氣行事，話佢屬肉體。佢好清楚佢嘅能力係由神嗰度嚟。換句話講，保羅係靠主作工，呢個先至能夠喺爭戰中得勝。佢睇侍奉係一場爭戰。呢度叫我哋反省到，第一，我哋唔能夠單憑外表去判斷事情；第二，侍奉唔係靠肉體，乃係倚靠神而得着能力；第三，教會唔可以容許罪嘅存在而坐視不理。親愛天父，我哋要常常提醒自己，唔好單憑肉體侍奉，乃係倚靠你嚟侍奉，叫我哋喺屬靈爭戰中得勝。阿們。問題思想：第一，
你同意侍奉係一場爭戰嗎？第二，你嘅生命有乜嘢堅固嘅營壘需要神去攻破呢？第三，我哋嘅侍奉係靠乜嘢得着爭戰嘅能力呢？請再讀以上經文，寫低靈修雜記。